有一個着住舊式白衣長裙、黑頭髮到膊頭嘅女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鬼咁多嘢講。今日我哋一路行一路講。唔知大家仲有冇聽電台嘅習慣？如果有嘅話，你肯定聽過一啲深夜嘅音樂節目。而呢件事就正正發生喺90年代尾某個電台嘅總部大樓入邊。個主角叫阿陳，當時佢負責主持一個從凌晨2點到4點嘅深夜音樂節目。因為係深夜，成棟大樓基本上都冇乜人，除咗阿陳之外，就得返出邊控制室嘅一個後生混音師叫阿東。大概凌晨3點正，阿陳做完一節播歌環節，正準備開咪同聽眾做電話互動，就喺佢啱啱戴上個耳機調好個咪嘅嗰一秒，突然間從直播室嘅大玻璃望出去，見到出邊控制室嘅大門俾人推開咗，有一個着住舊式白衣長裙、黑頭髮到膊頭嘅女人耷低住個頭，將一張粉紅色嘅點唱紙遞咗俾混音師阿東。阿陳當時心入邊好奇怪，佢心諗：咦，今晚咁夜，點解仲會有高層定係其他部門嘅同事走落嚟點歌嘅？但佢冇諗咁多，因為要開咪啦。佢見到阿東接咗張紙之後，嗰個白裙女人就轉身行咗出控制室，消失咗喺走廊盡頭。阿陳開咪話：各位深夜嘅聽眾朋友，啱啱有一位現場嘅同事遞咗張點唱紙入嚟，等我睇下佢想點邊首歌先。呢個時候，阿東將嗰張粉紅色嘅點唱紙由大玻璃下邊嗰條罅遞咗入直播室。阿陳接過張紙一睇，成個人呆咗。張紙上邊用紅色嘅原子筆密密麻麻、歪歪斜斜咁寫滿同一個字，係個死字，足足寫滿咗成張粉紅色紙，估計有成100個死字，寫到張紙都刮穿晒。阿陳呆咗一下，以為係阿東或者邊個同事整蠱佢。佢啱啱想用對講機鬧阿東，就喺嗰一瞬間，佢戴住嗰個耳機入邊，無啦啦傳嚟一陣好刺耳嘅雜音。你聽唔聽到我啊？把聲係一個好冰冷，唔似係人咁樣嘅女人聲，就好似喺阿陳嘅耳邊度吹氣出嚟講咁。阿陳嚇到即刻除咗個耳機，掉咗喺台面。佢頂唔順啊，即刻推開個直播室門，衝出去控制室揾阿東。阿東，你搞咩啊？張點唱紙邊個遞入嚟㗎？邊個整蠱我啊？阿陳好火滾咁問。阿東當時嘅面色都已經有啲奇怪，指住前面嗰個電視屏幕話：阿陳哥，我啱啱都想問你啊，問咩啊？你啱啱由入邊遞一張粉紅色嘅點唱紙俾我，想話播歌，但你講張紙喺邊度攞出嚟㗎？阿陳成個人呆咗，佢話：你講咩啊？明明係啱啱有個白裙嘅女人走入嚟遞俾你嘅，你再遞俾我㗎嘛？阿東聽完嚇到爭啲從張凳跌咗落嚟，佢即刻倒返帶，將1分鐘前控制室外邊走廊嘅閉路電視畫面播俾阿陳睇。個畫面入邊，控制室嘅大門一路都關住，阿東一個人就咁靜靜咁坐喺度。突然之間，個畫面影到阿東好似夢遊咁，無端端面向住空氣，伸手做出一個好似接過啲嘢嘅動作。而成個過程，控制室入邊除咗阿東之外，根本冇人。嗰個白裙女人亦都冇影到。嗰晚剩低嘅1個鐘頭，阿陳連耳機都唔敢戴，全靠阿東喺出邊打手勢，先撐到凌晨4點收咪。後來阿陳同啲老前輩打聽，先知道呢邊原來曾經發生過一單比較轟動嘅女明星為情自殺事件。啲老一輩嘅 DJ 話，嗰個女明星生前好鍾意喺深夜電台點歌，過咗身之後，佢魂魄間唔中就會喺深夜2、3點飄入去直播室度現場點歌。佢話好彩當時阿陳一睇到嗰張寫滿死字嘅紙，冇直接喺電台個咪度讀出嚟，因為如果讀咗出嚟，當時嘅電台頻率可能就會成為一個引鬼入室嘅媒介，後果就真係無法想像。今日最得人驚嘅原來唔係個故事，係個天氣。頭先拍開頭嗰時仲係好大太陽，你睇下呢家，哇不得了，下次見。